镜头咱来看，伫中华鹿港有一间卖鱼丸汤的店头，人客看到头家甲头家娘两个人伫冤家，想要甲做公亲，想要到煞是好心去互雷针。这个头家竟然甲滚车车的烧汤，抓对人客方向甲破过，害这个人客的面甲肩胛头是拢烫着伤。不过这个头家伊嘛翻头指控讲，迄是因为这个人客一直甲伊操干辣椒，乌白破坏伊的物件，才会甲伊欺负面。 受伤的姓氏查甫人家己坐上救护车，因为面这边的肩胛头甲手骨，互烧烫烫的汤破着。救护人员初步处理了后，就赶紧将人送医急救。那向伊破烧汤的是鹿港天福宫附近一间小食店的头家，警方第一时间就去处理。老板就一直骂老板娘，骂，一直骂我弟就说，不要这样子。结果老板就回我弟说，老婆是他在骂的。姓氏查甫人的阿兄表示，初早小弟到这间小食店买两碗汤，看到头家大声骂头家娘，小弟就去苦劝煞互头家骂，后来就用卡拉开烧汤解破，而且事后头家的态度也无好，家庭才决定要报警处理。也毋过小食店头家反抗，姓氏查甫人迄当时一直叫垃圾灰仔，而且佮弄害拖车顶的食材，伊才会反击。 我咧甲倒落，咱甲车我规包啊，佫规我做了专门虾米包啊，要拼，我退油汤我总个倒。老板与老板娘有工作上的问题，客人介入劝和时遭老板怒骂，该名客人徒手拨弄摊放上至鱼碗，并将汤丢指回摊位。 老板便持汤勺将热汤泼洒至客人身上。警方表示，双方因为冤家纠纷造成姓氏查甫人面甲这边肩胛头有误拍面积二度烧烫伤，受伤民众有提告专案以伤害罪嫌函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